熱三餐四季，温暖相伴。你係唔係天天覺得累到散架，連說話都冇力氣，以為自己只是濕氣重？很多人天天狂喝冰涼嘅去濕茶，結果卻越喝越累，脾胃越虛。其實去濕不健脾，體內全是排不走嘅死水。今天教大家這道木瓜淮山健脾去濕湯，特別分享一個關鍵後下嘅秘訣，幫你修復身體嘅排油排水系統，清甜好喝，把體內夾水通通排乾淨。湯嘅材料非常家常，我們需要準備一個熟木瓜。我平時比較喜歡用熟木瓜，因為它嘅甜度更高，煲出嚟嘅湯底自帶一種濃郁嘅清甜。另外還需要一些乾貨藥材，包括乾淮山、芡實、紅蓮子、一粒蜜頭，還有一片陳皮。肉類方面，我今天準備咗大約300克嘅瘦肉。如果你不吃肉或者想煲一粒味素湯，完全可以用80至100克嘅腰果嚟替代瘦肉。腰果同樣含有豐富嘅植物油脂，煲出嚟嘅湯水一樣香濃滑口，完全不會顯得寡淡。在開始煲湯前，我們先嚟看看這幾樣乾貨藥材嘅妙用。乾淮山也就是山藥，主要功效是健脾養胃、補肺益感，特別適合肺氣虛或者容易咳咳嘅人。芡實則能直接幫助脾胃去濕。今天我選用嘅是紅蓮子，它具有養心安神潤肺嘅功效。如果大家在處理紅蓮子嘅時候，發現裏面有一條綠色嘅蓮子心，千萬不要把它拔掉。中醫說苦能清熱，而在天氣這麼悶熱，人很容易心火盛、脾氣暴躁，保留這條微苦嘅蓮子心，剛好能幫我們清一清心火，更適合這段時間嘅熱氣情況。另外，陳皮和百合也是這道湯嘅絕妙搭配。最近因為天氣忽冷忽熱，很多人感冒之後一直咳嗽不停，喉嚨乾辦，這時候放一片陳皮，能起到很好嘅止咳化痰作用；而百合則能清心潤肺，對於乾咳和滋潤肺部都有很好嘅幫助，還能促進皮膚嘅新陳代謝。煲在湯裏，女生喝落還能起到美容護膚嘅效果。現在我們開始動手，而首先把百合、紅蓮子、紅棗和蜜柚放進碗裏，倒入清水稍微浸泡一二，讓它們吸水變軟，等下更好釋放味道。至於陳皮，還單獨放一個碗浸泡，等浸軟之後，用小刀把陳皮內側那層白色嘅囊輕輕刮掉，因為那層白囊如果一起煲，湯底會容易帶有一點點苦酵味。繼續處理胡蘿蔔和藥味，胡蘿蔔去皮之後切成薄片，野梨切薄片也是有講究嘅，因為我們今天嘅肉湯只煲1個小時，切薄一點胡蘿蔔，更容易在短時間內煮軟，釋放甜味。為什麼只煲1個小時呢？因為很多長者或者痛風患者不適合喝煲得太久嘅肉湯。肉湯如果煲煮超過1個半到2個小時，裏面嘅嘌呤含量就會大大升高，痛風患者喝落容易引起舊疾復發。所以我們把煲湯時間控制在1個小時，胡蘿蔔切薄，這樣既安全又能保證湯水嘅清甜。處理魚味時，我們把外面嘅大皮再掉不油，但是裏面嘅魚味須一定要特意保留下一點點。因為魚味酥在中醫裏也是一味很厚的去濕利水藥材，千萬不要全部扔掉啦。我們把魚味和魚味酥清洗乾淨，然後把魚味切成幾段備用。接下來處理瘦肉，我們把瘦肉切成幾大塊喎，為了讓等一下煲出嚟嘅湯底紅亮清澈沒有雜質，而瘦肉是一定要經過出水處理嘅。我們準備一落杯冷水，把瘦肉塊直接放進去開。大火燒開，隨咗溫度上升，肉裏嘅血水和穀污會被逼出嚟，在表面形成厚厚嘅一層黑色浮沫。水滾開大約2分鐘後，把瘦肉撈出嚟，拿到水龍頭下用溫水沖洗乾淨。這時候我們把剛才浸泡好嘅百合、紅蓮子、紅棗和蜜草也放進滾水裏，稍微康洗一下出水，以也是為了去除藥材表面嘅灰塵和酸味，煲出嚟嘅湯會更加溫和好喝。不過陳皮就千萬不要下攞鼻去出水，直接用溫水泡軟，刮掉內側嘅白囊就可以啦，以免陳皮嘅珍貴香氣流失。現在我們在湯煲裏倒入大約2公升嘅清水，開大火燒開，水滾之後，我們把出過水嘅瘦肉、陳皮，還有焯過水嘅淮山、芡實、紅蓮子和蜜桃節股先放進去，大火滾起之後，撇去表面可能殘留嘅最後一點點浮沫，然後轉中小火蓋上煲蓋。這時候，而今日要先讓瘦肉或者些乾貨藥材在煲裏慢慢煲，煮大約20分鐘到半個小時。為什麼不把木瓜一起放進去呢？因為熟木瓜嘅果肉太嫩啦，
如果從一開始就和肉類一起煲上1個多小時，等湯煲好時，木瓜就會全部化成碎渣，整辣 B 湯會變得像稀泥一樣緩路，完全失去了清澈嘅口感。所以我們要先讓肉和藥材煲出底味，湯底微微變色後，再把切好嘅大塊木瓜倒進去，放入木瓜之後，我們蓋上煲蓋，繼續用慢火煲煮大約1個小時。而這道肉湯嘅總煲煮時間控制在1個小時到1個半小時之內，幾樣既能把木瓜嘅清甜、淮山蓮子嘅精華完全煲出嚟，又不會因為煲煮時間過長而產生高含量嘅嘌呤，非常適合注重健康、容易痛風或者家裏有長者嘅朋友飲用。1個小時過後，我們揭開煲蓋一陣，混合了木瓜清甜和陳皮獨特香氣的熱氣瞬間露面而來。你會看見湯水呈現出非常漂亮、溫和嘅淡橘黃色，木瓜已經煲得有些邊緣融化，但成狀依然完整，因為熟木瓜本身嘅甜度已經極高。這道湯煲好之後是不需要放鹽嘅。我平時喝這道湯，甚至不放一粒鹽，直接喝它最天然、最落胃嘅果甜味後嚟喝下去，熱乎乎、甜絲絲嘅非常舒服。如果你們家平時口味偏鹹，也可以在裝碗嘅時候，往自己嘅碗裏灑入極少許嘅鹽來調味，千萬不要直接把鹽倒進整辣味湯裏，咁樣會破壞木瓜本身嘅果香。3餐4計，用最簡單嘅食材溫暖家人嘅胃。而夠健脾去濕、止咳潤肺嘅木瓜淮山健脾去濕湯，做法是不是非常簡單？只有掌握了先健脾後去濕嘅調理邏輯，以前木瓜後下鍋瘦肉焯水嘅細節，而在家也一樣能為家人煲出一粒弊既好喝又健康嘅養生老火湯。如果喜歡這支影片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們嘅頻道、點讚並在下方留言分享您最喜歡嘅家常湯水。感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們下期再見。